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国军的汉光演习的义演。陆军早起是伫咧屏东做线兵跳伞演训，由新农小组先开始来展现着高空跳伞的能力。总共有60个人，一个接一个，一顶搁一顶的六甲伞，伫咧空中陆续来展开，这画面相当的壮观。 四只飞行机飞去天顶，到一个关度，线兵一个接一个跳落来，沿线陆续拍开，画面壮观。新良小组嘛来啊！成员对过清空桥天顶，以天降新兵的姿势跳落来，伫空中变换队形，展现真牛的制空能力。 汉光义演透早伫屏东潮州空港场进行，一般线总共4架厝，60个人跳伞；高空新量跳伞1架厝15个人。现场嘛吸引袂少民众来看，阁有参加演训线兵的老爸专工到场，想要看后生跳伞的英姿。一直注意那个第一架机，就后来想想不是，它应该是原伞。有打几分啊？ 当然是100分了。多架机连续那个伞都是圆的，这样跳下来真的很壮观。因为我们想说不知道会不会管制，所以我们就早点过来。看到国军表现，民众学路实在袂歹。为着看这个画面，袂少人是一透早就到现场来等。因嘛拢讲真早就起床来等，实在真有价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